专家有智慧，保证游戏愈来愈好耍哦。请问台湾话用什么话来形容心肝宝贝？阿母啊，你的心肝宝贝伫遮啦。对啊，你拢叫伊什么？两人酥吗？喂，伊叫我你也抢，你也抢汤生丸，汤生丸汤生丸。人生丸呐，我有逼呢，你也抢，我做嘛是想讲是你遐切。你也抢。对啦，对唔对？凊彩啦，凊彩。对啦对啦。凊彩，只着伊摕去安尼，啊你毋是欠钱？溜音啦，你家己感觉一下，我是感觉你拢玩，比较卡定，确定吗？看你的得不到。有卡定无？确定吗？确定啊，你遐好切。，卡定啊吼，好，咱来看者，B，你呀抢，哎呀，我以后你也签嘞。你个定到共款呐。汤酸嘛，人讲冰糖啦吼，哦啊，迄是甜的物件嘛，较伫过去是算较有价值的物件。哦，甜的啊，所以真侪人甲心肝宝贝，感觉伊足甜味的，啊，佫是较值钱的，所以家叫做汤酸丸。哦，因为汤生丸真少吧，以前通啊食着汤生丸，应该是汤啊就是足汉语的中汉里安尼，哦所以讲心。